三弟，来，三弟，坐下，陪我喝2盅。你去叫王妈炒2个菜。哎，刘妈，拿盅子，拿副筷子来。哎，我吃过了，你也少喝点啊。你陪我喝2盅，啊，来。来，三弟。下午我到六哥的厂子里去了，他那2台印花机都开着。我把咱们停机的事跟他讲了，六哥什么话都没说。现在开布和林香荣打得正紧，花布价格一路向下走，这可不行啊，大哥。三弟，你六哥比你聪明，用不着咱为他操心，咱就把自己这一摊子管好，那就不错了。大哥，咱不能看着六哥和林香荣拼命吧？拼吧，三弟，咱虽然是亲兄弟，一个娘养的，可这有些话我还是不能跟你说。咱把自己这一摊子管好就行，其他的事情你就不要管得太多了。大哥，不能坐山观虎斗。六哥就是和林香荣拼命，咱们也得搭把手吧。人家对咱们这么好，刚给了咱们那么大笔买卖，咱们不能人家……好了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全明白。这买卖是买卖，人情是人情啊。有句话叫坐以待毙。你看现在花布市场这个局势，咱就应该以静制动，坐以待对手毙。小六子的脾气我是知道的，你想劝也劝不住，就由着他去吧。他的情谊啊，咱忘不了。来，喝。大哥，我回去了。三弟，你记住，留着五湖明月在，不愁无处下金钩。我赵东俊绝不是无情无义之人，但也不是意气用事的人。哎，三弟，怎么没坐住就走了？大嫂，你告诉我哥，有一天我赵东初掉到井里的话，让他千万别救我，免得湿了他的衣裳。怎么了？你不是去南院了吗？怎么了？别生气啊！大哥念的私塾，读的四书五经，我没有看出一点仁和义的影子。哎呀，太买卖人了！看着六哥往火坑里跳，也不说劝一下，还说什么坐以待对手毙。他这话一说出来，吓了我一跳。大哥说的没错啊，六哥本来就是对手。如果没有其他染厂在山东闹，那六哥不是对手吗？大哥想事情很长远，只是在感情上说不过去。可六哥从来没拿咱当过对手，否则的话，能给咱们那么大笔买卖吗？东初，有句话你可能不愿意听，这句话很难听。啊？说错了我不怪你。那我可说了啊。说什么话那么费劲？六哥没把咱当对手，是因为在他看来，你和大哥是不配当他的对手，所以才对咱们好。这回染中央军的被俘，他把兵坨的方子都说给咱了，就是没防着咱。知道咱爱不了他的事儿，没错，是这么回事。大哥是好人。可是毕竟是上一个时代的人物了，再用这种头脑想事情是跟不上潮流的。哎，东初，你想过了没有？咱们分出来干。什么话呀？你以为这是在乡下兄弟俩找个保人把地分了？开玩笑。就是不分家，咱们也可以把钱挪到别的染厂啊。我说过了，六哥的盘子太大，咱们那点钱放进去根本不起作用。咱可以投小厂啊，比如说资有德家的模范染厂啊。你放屁！资家这样的臭狗屎，咱躲还躲不及呢，你还往上凑。这个家你要不愿意待了，现在就给我滚！是他到妇女建国会来找我，
是他让我跟你说的。够了！我跟你说，你听清了，从明天开始，你要敢出这个大门一步，我打折你的腿！我赵东初说到做到。老王，老王！哎，老王来了。拿个锤子把车子给我砸了，使劲砸！砸不烂的话，明天你也滚蛋！这个价格，陈先生是不会接受的。为什么？这已经很低了。陈先生是印染界的奇才，他用的全部都是中间色。这个方法我在上学的时候也学过，操作过程相当的复杂。也正是因为复杂，用的厂家就少，中间色的价格也就低。你不要以为陈先生从来没有在咱们这儿订购过中间色，他就是一个外行。其实，这些年他一直在用。在青岛，我是他的合伙人，这点相当的清楚。我建议，你还是把价格降下来。那么他买别的人的好了。这样的话，你会十分的后悔。在济南，除了我们，还有别的人能提供这种产品吗？史蒂芬先生，你对陈先生太不了解。他在接下这份订单的同时，就派采买人员去了上海。是我跟他说，咱们想做这笔生意，他才勉强的答应。现在是10点半，11点钟他还得不到我们的报价，不能签下这份合同，他就会电报上海通知发货。现在英国人的报价是我们的60%，其中还包含运费。这不可能的。生意是我争取来的，能不能成呢，要看你的了。如果我们觉得无利可图，这次我们就放弃。下次我们争取它的印花专用料，那个量比这个还要大。它的印花用料，我们可以争取到？没问题。他是我的好朋友，就是出于支持我的个人目的，他也会让我们做的。OK， 我们和英国人的价格一样，可以吗？我们不能向英国人示弱。58%，陈先生肯定会满意的。你这就去签合同，我这就给他打电话。你应该感受一下陈先生的风趣对话，争取和他交个朋友。你自己亲自去了他的工厂，这本身就是一种礼貌。中国人是很讲究面子的。东军哥，哦，寿亭啊，你说难道咱的印花机就买错了？六弟啊，这虞美人又降了2分钱，这明摆着冲着开埠和咱来。我那2台机啊，早停了，我看你也停了吧。那咱总不能坐在这等着，再回到染布上去。早知道现在这个样子，当初就不应该上这2台熊机器。哎，东军哥，我现在是心烦了，你帮我打听打听，把这2台机器啊给卖了，就是便宜我也卖，不行的话我卖给你，卖给你我还落个人情。哎呀，六弟啊，卖机器还不是时候啊！你说你这个脾气吧，一上来就急，别着急，听我的，等等再说。哎呀，你说你要不要吧？你要不要啊？我得把它卖给别人。我现在一看花布我就心烦。东军哥，你说现在工人的工钱这么高，一边机器呼呼的转，一边就是印出来也卖不了，就是卖了咱也亏本儿，咱这是图什么呀？我临来的时候啊，把那2台印花机啊全给停了。啊，我前2天一生气，一口气印了2000件布，这1件布就是1000米呀！啊，就是全济南的人都穿花布，那也够了。六哥，我觉得咱们不能卖，实在不行咱印单色布，那也比染布省钱啊。我现在一看这2台机器，我气就不打一处来，我恨不得现在就把那机器给砸了。哎呀，六弟啊，卖机器倒是不至于，不过以后再买机器，那就该慎重了啊。现在说这些也没有用，东军哥，你在济南待的时间比我长，你说说，咱现在该怎么办啊？总不能在这坐着喝茶等死啊！昨天啊，
我心里烦，在家里边喝了2盅，说了句“坐以待对手毙”，老三一听烦了，嘿，把门一摔走了。他以为啊，我是要看着你去和林强龙拼命。我跟他说了，你六哥没有那么傻。老三，你也在这，你说说啊，我再没人味儿，也不能把你六哥当对手啊！啊，六弟，我说对吧？我说老三呐，有时候你这个人呐，不等对方把话说完了，你也容易着急，是不是？对手，谁跟谁是对手？三元和红巨啊，那我就甭在这坐着了，我直接回去想对策对付你们哥俩不就行了吗？你有时候急起来比我还急。哎，东俊哥，你刚才说的叫坐以待对手毙，我寻思着，暂时也只能这样。要不咱们再看看，机器暂时先不卖。先别卖。行啊，要么暂时先这样吧。我说老三，我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么心烦过。哎，六哥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咱们去一趟天津，了解一下那边的行市，顺便也散散心。天津开埠印染厂的周涛飞，就是那个留学生经理，给我来信说邀请咱们去一趟。当然了，他是想让咱们帮他一把，帮不帮他那是后话，咱们就当散心了。我看自打沈小姐走了之后，你一直打不起精神来，加上买卖上这些烂事儿，也够心烦的了。哎，咱们去天津玩一趟。没准这根筋一松开，就想出好主意了。六哥，这沈小姐就一直没来信吗？她跟别的女人不一样。我现在心烦的是啊，我都不知道她人在哪儿。她的钱还在咱这呢，咱要把那好几十万一下汇到南京国防部去，这不明摆着毁人家霍长鹤的前程吗？可这钱也不能在咱这放着啊！你说这个小妮子啊，这叫唱的哪一出？这叫。六哥，我说句话，你别不愿意听。我觉得如果没有这笔钱，沈小姐说不定会来信。行了，先这么着吧。咱们先去天津。你要定了的话，我马上去买票。说，掌柜的回来之后就坐在那里愣神，接着就冷笑，随后又哈哈大笑。您快去看看吧。哎。掌柜的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啊，吴。怎么了？哎，老吴，坐。文琪，去沏壶好茶来啊！快去。你坐，老吴。小时候啊，我讨饭经常到书棚去听书。张店西城啊，有一个叫孙塌鼻子的，此人专讲三国。哎，你可别看他是个塌鼻子，可三国说得好。我当时听着，我都听傻了，都忘了饿了。他讲关公战黄忠，那关公就是赢不了。那关公什么样的人呢？啊，他从来没这么丢过人呢。关公就琢磨，第二天来个败中求胜，想用拖刀计斩了黄忠。不，老吴你别哆嗦，我这是醒目啊，这是。咱们接着说啊。第二天，关公真的诈败，那黄忠不知道是计呀。放马便追，追着马趴那儿了。怎么回事？马失前蹄呀！这关二爷刀都举起来了，他能砍吗？关二爷可是义气千秋的人物啊，这刀他砍不下去。就在此时，掌柜的，这醒目就免了吧，反正听你说书，你又不收我的钱。
老吴啊，这些年我就一直在想啊，这光二爷要是一刀砍下去，光二爷的一世英名可就毁了，那黄忠后来也成不了刘备的五虎上将了。这什么事儿啊，都得有个凑巧。这些年我也一直想用拖刀计，我也想用个败中取胜，可就是没碰见黄忠。不但没碰见黄忠，还竟碰上些蒋干之流的，拿着假信当真信，真害得我错杀了蔡瑁、张允，真气杀老夫！哇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哇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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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你没事吧？哎，文琪啊，快上茶啊！老夫统100万雄兵，横陈在这长江之上。招我！哎，文杰，把那个茶放下来，拿着托盘找你叔收钱去，快去啊！我刚刚得到消息，是陈寿亭做了国防部这笔生意，他能赚上好几十万呢。有了这笔钱，他将来就有实力和我们对抗了。这个人太厉害了，他能做上这笔生意，说明他是个很有背景的人呐。那咱们不是和霍将军？霍长鹤不会听我的，他还叫人捎话回来说，叫我以后不要为难陈寿亭。怪了，这个陈寿亭是个要饭的，霍长鹤是个将军，他们两个人怎么弄到一块儿去了？搞不懂，实在是搞不懂。哎，孙先生，这件事情不要告诉我爸爸哦。您放心，董事长。可眼下咱们怎么办呢？如果陈寿亭的确是这样的背景，那对我们江北的市场是个极大的威胁，我们得提早防着他。你说的对，这件事情我早就想好了。今天晚上你就坐火车到济南去。山东税务总署的署长吴其川是我们家的世交，他现在这个官啊，就是当年我爸爸给他谋的。礼物我也准备好了，你讲给他听啊，叫他无论如何找个借口把姓陈的厂子给我查封掉，最好能够罚他个倾家荡产，出我这口气。准备一下。今天晚上就走。可是，如果姓陈的没有偷税漏税怎么办呢？哎呦，在中国做生意能有一个不偷税的？就比如说我们家吧，不偷点税漏点税能有今天吗？再说了，他从我们这里骗走的8000件布肯定没有入账，我一直没有要回来，就是为了搞他一下，然后再拿回来。8000件布不是一个小数目啊，就这一条就够他受的了。我们不仅要拿回那8000件布，还要让他从此无法翻身。哎，就算他没有偷税漏税，吴伯也会有办法的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嘛。哦，孙先生啊，你去了以后，千万不要对吴伯说起姓陈的做了国防部这笔生意啊。他要是知道了以后，就不敢下手了。现在的当官的，都害怕丢到头上这顶乌纱帽的啊。明白了，我就说姓陈的原来是个要饭的。没什么背景，只是个暴发户。有礼物放在那里呢，其实也用不了讲什么了。吴伯心里清楚该怎么做。这个给你，这个给你，怎么着？还不高兴啊？行，这个给你，这个给你了，这个给你，给我接红军印染厂。红军印染厂吗？你们陈掌柜的呢？什么？去了天津？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不知道。哼，我是哪里？我是税务局。陈厂长、赵厂长，咱们今儿是中餐还是西餐啊？中餐西餐先往后放一放，咱先改口。陶辉老弟，从我第一眼看见你啊，就打心眼里喜欢。说书的说过，这人宁生穷命，莫生穷相。一个人看着另外一个人顺眼，这就叫缘。咱今天这么着，我比你大10岁，你叫我六哥，我叫你涛飞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陈厂长是印染界的传奇人物，涛飞初入此道，就与前辈兄弟相称，涛飞觉得不妥啊。买卖是买卖，兄弟是兄弟，咱就这么着。
你要是不同意啊，我就帮着上海林香荣来办你。好，那我就叫你六哥了。好，来，六哥坐。来，坐。哎呀，涛飞，你刚认识六哥，时间不长，等时间长了，你就会想他。我现在就这样，几天不见六哥，心里觉得没底儿了。到他厂里转一圈，喝口茶，说几个笑话，嘿，心里一天都觉得豁亮。我是真羡慕你们两个厂的关系，既是同行，还相处的那么和谐。哎，对，六哥还没说呢，中餐还是西餐呢？你不是还有一个朋友吗？等他来了再说吧。丁文东啊，他是我助理，也是我朋友，他中餐西餐都行。那就随便吧。先生，就按我开的单子上菜，让那些人都走。今天晚上所有的桌子我都买清了。先生，那是洋人，洋人就更应该懂道理，告诉他们桌子都已经订出去了，这是中国人的地盘。怎么着，还得我去说呀？对不起。行啊，老弟，话不多，挺有劲。我和你一样，看着洋人在面前晃来晃去的，我心里就觉得堵得慌。六哥，你是没留过洋，不知道外国人怎么瞧不起咱们。按说我在国外也能找得着工作，也有公司请我去，可那感觉啊，实在是太难受了。那黑人啊，那就是仆人。外国人有对仆人的礼貌，可对中国人呢，连仆人都不如。涛飞啊，咱们这些人表面上看起来是所谓的工业家，其实呢是在无奈的挣扎。你想想看，有哪个国家连丢了3个省还不宣战的？只有中国。人家能瞧得起咱们吗？这怨不得人家。哎呀，咱别说这些不高兴的，这真要生一肚子气啊，这饭就没法吃了。哎，涛飞啊，陆先生，你知道陈先生怎么得罪的林香荣吗？哦，这谈不上得罪吧，不过是商业上的竞争。林香荣自己想独占中国花布市场，而陈先生是印花布的，他当然不高兴。怎么，林香荣从上海来信了？他不让我再给陈先生买饮料。他威胁我们。是的，他说如果再供给陈先生饮料，他可以从英国人那里买饮料。那你的意思？林先生购买的数量远远高于陈先生的，但是我们和陈先生有长期的供货合约。你是想让我说服陈先生解除这个合约？所以我很为难，我想听听你的见解。至于是否继续向陈先生供货，那是以后的事儿。我们先来看这么一个问题：如果在中国只剩下林香荣一个买主，他既可以买我们的染料，同时也可以选择英国人、日本人。你认为到那个时候，我们的处境很美妙吗？哦，你说下去。我们现在的交易情况是多头对多头。如果只剩下林香荣，那我们就是多头对寡头。到那个时候，他会拿英国人价格来挤我们，再拿挤过水的价格压英国人。这个道理很简单。很有道理。我们是要避免哪一种局面？你还不太了解陈先生，这个人相当的聪明。即便我们与他终止合同，他同样可以从英国人那买，也可以从日本人那买。我们把这个客户争取过来是相当不容易的。我敢这么说，即便我们把所有的供货渠道都给堵严了，只要他需要，他照样可以从我们这买到他需要的东西，而且价格比现在的还要低，我们是没有办法阻止他的。这大概不会。你可以这么认为，但是我劝你不要碰他。如果我们与他终止了合约，到那个时候，我们的处境可能会很难堪。林香荣已经和英国人还有日本人说好了，他们不会把饮料卖给陈先生的。
英国人、日本人会很容易地答应林祥荣的要求，因为陈先生跟他们根本就没有交易，他们没有失去什么，而我们却失去了客户。你把我们的意见跟上海的总部说一下，他们会明白的。同样，如果上海总部的价格比英国人和日本人的高，林祥荣还会与我们交易吗？是这样。你就是把陈先生说的这么厉害，那他的花布产量为什么没有林祥荣大？陈先生最近遇见了一个奇异女子，弄得他有些心神不宁。这会影响到陈先生的生意心情吗？只能说他有些注意力不集中。林祥荣我也见过，他只不过是一个富家子弟，虽然他也很上进，但是他还不是一个商业家。和陈先生相比，他的差距还相当的大。可以说，他们不是一个级别的拳击手。中午请你吃饭，给你讲讲陈先生的故事。哎，东军哥，有事儿啊？我不放心啊！你不要看着周涛飞顺眼就豁上前拼命。六弟，这犯不上。东军哥，咱们也不能一直这么等下去。照这么下去，开埠肯定得倒。开埠要是倒了，林祥荣肯定腾出手来拾掇咱们。有开埠在前面挡着，咱们兴许还能好一点。你说呢，东军哥？现在我想明白了，咱就用印花机印单色布。印单色布简单，又用不着技工，调好颜色就干了。六弟呀，咱弄两钱不容易。你那脾气我知道，犯起性子来，你头都可以不要了。这不行。老三回来跟我说了，我这一听就坐不住，这才给你打的电话。你听哥哥的啊，千万别硬干。还是那句话，咱先看看再说。另外啊，藤井的布每件里涨出3块钱来，这可是冲着咱来的。这下一步咱还得用上海布，和杏林的弄僵了，对咱不利呀。如果咱不印花布了，把花布市场让出来，那杏林的以后卖给咱布还不得便宜点？东军哥，死了张屠户，咱也不能吃带毛猪。离了藤井这贴膏药，我照样拔出脓来，不用怕。他不涨3块钱吗？我照样让他求着咱买。咱那一船布啊，一时半会儿也用不完，不用慌。哎呀，电话里也说不清楚。这样吧，明天我到你厂里去，咱俩坐下来细谈，好吗？好。怪不得不让我和林祥荣硬拼呢，原来他想买点便宜的布。哎呀，你呀，你也别谁的都不听，人家东俊哥可是老买卖人了，你倒好，成天不是要和这个拼命，就是跟那个没完的，这心里肃肃静静的，不比什么强。哎，你给赵老三打个电话，让他明天放兰芝1天的假。今天下午兰芝把电话都打到厂里了，让我给他说说。你是他表姐，说话比我管用，你凶他。好。我找赵东初，我是他表姐。表姐，六哥找我吧？什么你六哥呀？是我找你。我说你现在长本事了啊，不是要打断这个腿，就是要打断那个腿的。什么不是不是的？我看都是你的不是。让兰芝骑着洋车子满街跑的是你，现在不让她出门的吧，也是你。你想干什么呀？你不知道，他瞎掺和事儿。好了好了，我都已经说过他了，以后你们的事儿他也不会掺和了。那个什么建国会，他也不去了。让兰芝接电话。兰芝，哎，你跟兰芝也好好说说，这资家没有一个好东西，别让他有事没事的乱凑合。这事也不能全怪人赵东初。18日下午，济南各界名流会。说。哎，文琪，哎，给我添点水。哎。
老吴，税务局找咱什么事儿？说咱是偷税漏税啊！放屁！咱来济南还没怎么开张呢，偷什么税啊？再说咱染的布都是卖到乡下了，根本就没入账。给中央军加工的东西又是免税的，不是这些咱不都跟他说了吗？哎呀，掌柜的，要不是给中央军干点事儿的话，咱就麻烦大了。咱从上海弄那8000件布来，我根本就没入账，就这一下子就能要咱的命啊！好歹税务局啊一下搞不清咱的底细，所以没敢乱来。哦，怪不得赵老三左一封电报右一封电报的，这姓林的就是不来提布，原来他想让税务局来办咱。哼，他说什么？啊，那个局长姓吴，倒也算是客气。他说他会考虑具体问题，秉公办理。我一看没事了就想走，他是又冲茶又倒水，就是不让我走啊，拉着我问三问四，拐弯抹角问了半天。最后我清楚了，他找了个相好的，让咱给他买个4合院。我一般不吃这一套，土匪敲竹杠，官家敲竹杠，我全不吃。可这姓林的给咱下了套，咱做事儿多少也有漏风的地方。要是不给他办吧，兴许他还得来乱咱。给他办，捡最好的办，别说4合院了，8合院咱都给他办。老吴啊，别的可以不记在账上，这4合院一定要清清楚楚的给他记在账上。咱什么时候有空了，还得让他吐出来，顺便把这小子给除了。个王八蛋！你陈六爷喂狗的肉里，都带着7步断肠散呢。哼！董事长，您的信。哦，吴伯来的。孙先生，孙先生，董事长，什么事儿？这个吴其川来信了，说姓陈的在山东很有势力，他要慢慢来。啊，这个忘恩负义的狗东西！他收了咱们6块金表，这人他怎么这么样子？你看，我们离他远，我们送礼是偶然性的，姓陈的就在他身边，他可以经常的收下去，所以他要保护他呀。这种人一旦当上了官，就忘恩负义，这是很普遍的规律。那咱们怎么办？你通知山东、天津，把我们的布降1分钱下来，我谁都不求，我就靠我自己就急死那些北方佬。这咱们会赔大发的呀！不会的。等一等，我通知车间，加大拉长机的拉力，把短布印给它拉长，我们不会赔的。董事长，这是砸咱们自己的牌子呀！哎呦，等他们都死掉了，老百姓买谁的？还只有买我们的花布了啊！再说这是暂时的，等情况好转以后，我们把拉长机的拉力再给它恢复过来。我不但要整垮那个姓陈的，我还要把他搞臭。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啊！我还要先回过头去对付天津开埠那个所谓的英国留学生，然后就轮到那个姓陈的。哼！就是他不染花布了，我也饶不了他。我要让从此以后在阴染界没有立足之地。掌柜的，掌柜的，上海来的师傅想问问，咱这花布还干不干？啊，要是不干的话，他们先回去了。干，只是现在不干。哦，那得给个时间吧。你去告诉他们，别觉得拿了钱不干活，心里过意不去。没事儿啊。咱们以后啊，要是不干花布了，我肯定让他们回去了，让他们先等等。现在开埠啊，和姓林的打得你死我活，咱们现在先看个热闹。要是开埠先死了，不是要是，开埠肯定干不过那姓林的。我看开埠啊也撑不了多久了。东初刚从天津回来，他说开埠现在已经干不下去了，说股东开始撤股，
还问咱要不要他的印花机。掌柜的，这事儿是万万不能干的。这印花机把他害得还不够苦的吗？东初也是这个意思。他是不要，咱就更不可能要了。他爱卖给谁就卖给谁吧。咱们呢，就燃点布往乡下一卖，在这儿喝喝茶，这不挺好吗？掌柜的，虞美人这布啊，已经降到1毛1尺了，他也不够本啊。我知道他不够本儿。这姓林的也太缺德了，他加大了拉成机的拉力。昨天我让彩琴上街买了1张布，回来一下水缩了好几寸。他这是砸他自己的牌子。姓林的毕竟是个书生，这小王八羔子，我让你等着你六爷吧。掌柜的，您可有些日子不骂人了。您这一不骂人呐，我就觉得咱的买卖啊没底儿。哎，老吴啊，这2天我一直在想，这人不能善，特别是这买卖人就更不能善。人要是一善呐，就什么事也干不了。前2天我从天津回来，本来是想帮着开布把姓林的整垮，可转念一想，要是把姓林的整垮了，开布肯定会掉过头来整咱们。没办法，我看呢，让他们俩先打起来吧。掌柜的，你可不能再发善心了。咱给了3元20万批的买卖，哎，他把印花机停了，连个招呼都不打呀！哼，他明知前面有坑，他绕着走，倒是让咱往前走。这20万批，我不是发善心的，我是不想做这买卖。也就是说，沈小姐的情我领了，这钱我是不想赚。老吴啊，我让家居打听沈小姐，还没有消息啊？这样，我听说济南汇泉楼的糖醋鲤鱼那是一绝啊！你给老三打电话，就说我请他吃饭，让家驹也去。好的。这陈厂长当时答应的挺干脆的，怎么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？前一阵子天气冷，花布是淡季，这现在花也开了，怎么还不动手？人呐，不能光听他说什么，得看他干什么。我看陈厂长啊，他不是言而无信的人，他可能另有所图，也许他觉得还不到时候啊。还不到时候，再等下去，就是动手也晚了。股东们鼠目寸光，现在就想把厂子卖掉，可这个节骨眼上，谁能来买厂子？还是陈厂长那句话说得好啊，宁给好汉牵马拽凳，不给赖汉当祖宗。咱们呢，就是给一帮赖汉当跑堂的。涛飞啊，你也别急，我看陈厂长到天津来，他是另有所图。哎，他是不是希望你去济南做厂长？我看着他的眼睛就没离开过你的脸，那是一种男人对男人的欣赏。咱们跟陈厂长接触的时间不长，可我看就济南那个厂，他玩的也能干，根本不用另请人。我看你还是去打个电报催一下，让他跟林祥荣干一场。股东们虽然不懂经营，但人都是好人，咱们也好争取点时间，把开布染厂卖个好价钱，也算对得起人家，啊？好，我这就去。可是，我怎么措辞呢？很简单，就4个字：救救老弟，连加3个叹号。